来看今年的台北生态博览会，是伫大安森林公园举办，有超过70个生态单位来参加展览。民众会当透过目睭、耳仔、甲手，佮用身体五官去感受这个培育生命成长的大自然。真少听解说，搁在对照相关的图片，小朋友真认真在认捌咱的生活环境。你有认识什么东西吗？杜鹃花。然后我们告诉大家怎么样照顾杜鹃花，可以让它隔年开花像这样，满满的。这是伫大安松拿公园所举办的2022生态博览会，今年的主题是自然听看听，让大人囡仔用看的、用听的，甚至是用摸的去了解大自然的动植物。因为我们住附近就是会常常会来大安森林公园嘛，就想带小朋友来，就是多了解这边的生态啊。今年的生态博览会有超过70个生态单位来参加，主办单位大安松拿公园自有基金会讲，举办生态活动，让民众来公园行踏、熟悉环境，是因上大的目标。市长郭文泰嘛感谢民间团体做伙维护公园。大安森林公园已经从以人为中心的一个公园变成一个人与万物共存的共荣社会。但是当中呢有很多的改进，所以我们是说要感谢所有人对他的付出。博览会除了生态单位的展出，还有环保工艺的工作坊，有麻绳啊编织，嘛有用回收管做的乐器，让民众用五官去感受咱的生活环境。记者麦尚英、曾派文台北报道。